因為加州已經花時咗20天去進行呢個翻新啊，包括之前進氣歧管啦嘅翻新啦，同各方面。我而家出去試車感受一下。Later，呢架車咧，之前喺香港睇嘅車況都比較好噶啦。咁咧，今次進行啲整備咧，包琴嗰邊漏油，氣門室嗰度漏油啦。咁啊，當然順便我哋翻新好晒啦。嗰個紅色嘅磨砂做得非常之靚噶啦。仲有機個膠啦，咁多年啦，雖然話里數少啊，個機個膠已經坐晒。之前咧就比較震嘅，一加油都震得比較犀利嘅。咁咧，依家嘅加油咧好平穩，而且行車根本就唔覺一架超跑啊，非常之舒適嘅。我哋啲車點解會翻新咁耐咧？因為好多客戶咧間唔中又會加好多單上去啊。咁例如好似後尾卡鉗啊，個換咗黃色啦，就都追加上去啦。鈴啦，又都由19寸升級咗20寸啊。咁啊，呢都係後尾追加。雖然個內飾啊就冇乜嘢要翻新啊，但係咧安全帶換咗紅色，點綴一下咧都唔錯啊。仲有一個拉力啦，常見嘅問題嗰啲膠啦，嗰啲膠嘅物件全部係溶膠啊。咁多年嘅車一定係溶噶啦，我哋都拆晒出嚟，全部翻新啦。依家最後咧試完車啦，翻去美容部嗰度就進行個內飾清洗，咁啊準備安排聽日嘅晚上交車啦。